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北的龙山市开始咧报名点灯咯。永年民众拢是透明牙医来号位，龙山市就是袂互民众遐尔辛苦，所以今年采取着新措施发号码牌。龙山市讲，今年准备20万拍的灯，包括上界热门的药师灯6万拍，光明灯10万拍。只要你一礼拜来登记，拢会当点着灯，唔免着急你前这1、2天。也毋过，也是有真侪民众，毋若要抢点灯，阁希望会当点到靠我实名的好位，所以也是牙医啊透明来排队。那些伊头啊顶面打号码，行比插队排队的民众，还阁用手啊过甲串起来。天拢也未光，龙山市边仔西昌街，就一大堆民众咧排队，准备要等6点的时阵提供明灯的号码牌。每当台北龙山市，拢会出现这款现象。每年点了，那小孩子身体就一切顺利，妈妈身体也是很健康这样子。但是民众透明排队，龙山市今年准备20万拍灯，包括光明灯、吉祥灯、财神灯、平安灯、药师灯，每一拍拢是600块。其中上热门的药师灯，今年嘛有准备6万拍灯，民众免惊点无。今年庙方嘛有实施新的发号码牌措施，希望会当减少排队的人潮。第一天先发800号，当发完之后，如果人潮还有人潮哦，今年我们会提早发隔天的500号给群众，让他们不要在那排队。虽然是实行措施，不过点灯报名第一天人潮也是满，也有民众伫入场以前不满有人代牌发生纠纷。庙方讲，今年灯的数量准备真多，民众免抢伫头2天报名，一礼拜内拢点袂到。